来香港旅游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支持香港的经济发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餐饮业无良商家的骚操作。注意了，如果你稍微不注意的话，是有可能帶來金錢上的損失以及不愉快的旅遊感受。話說我今日中午就去咗間位於上環嘅嘟嘟房食店，咁我覺得呢，佢直頭呢就係間黑店嚟嘅。點解我會叫佢做黑店？第一個匪夷所思嘅操作就係黐黐呆呆坐埋一枱。當我哋一入去嘅時候，明明餐廳裏邊仲有好多嘅吉位，但係個店員呢就同我哋講需要同另外一張枱嘅人搭枱。咩事呢你？結果梗係冇聽店員嘅指示啦。第二個福就係價錢不相同。咁我承認係我自己發雞盲，睇唔到佢啲細個螞蟻嘅字，再認真睇下個餐牌，原來呢係有加一服務費嘅，而且凍飲熱飲呢係要另外再俾18蚊。哇！瞬間就覺得貴到離譜啊！我都唔知道係雞貴啦定係龜貴啦。OK， 點餐。咁第三個服呢，就係佢哋嘅服務質素同你俾嘅服務費呢係毫無關係嘅，也就是沒有半毛錢嘅關係。既然收咗你10% 嘅服務費，你係應該享受最基本嘅服務，係最基本嘅服務啊！結果就真係搞笑啦！個職員喺提供飲品嘅時候係攞錯嘅，係啊，你冇聽錯，佢攞錯嘢俾我哋。跟住呢，正式上菜嘅時候呢，亦都係攞錯嘅。咁我哋就覺得呢件事情就好搞笑啦！一間餐廳你如此之細，竟然可以出錯2次。咁我哋呢，仲無意中發現呢，原來呢間餐廳所提供嘅某一部分嘅食品係喺第二度攞過嚟嘅。至於個食物質素係點樣呢？我係唔知道，亦都唔清楚。最後梗係大家最期望嘅戲肉啦，最黑嘅時候要嚟啦，各位坐穩啦。嗱，呢間鋪頭除咗係收現金、八達通、支付寶之外，係唔提供任何嘅支付方式。嗱，請你留意一個重點，香港阿里 Pay 同國內支付寶咧係兩樣嘢，兩個 Apps。阿里 Pay 咧係用港幣結算，支付寶係用人民幣結算。當時個職員同我哋講，你用阿里 Pay 去 scan 個阿里 Pay code，咁就 OK 噶啦。喺我即將要撳確定俾錢嘅時候，我發現咗原來佢係用人民幣嚟做結算嘅。咁我就直接問個店員啦，喂，你呢個係支付寶唔係阿里 Pay 喎？咁個職員就答我哋阿里 Pay 壞咗啊！壞咗？阿里 Pay 壞咗？定係你哋個良心壞咗啊？抑或係你哋有心喺度呃人啊，呃啲旅客啊？我真係好多問號啊！其實喺找數嘅時候係涉及到一個匯率差嘅問題。我呢張單係食咗180蚊嘅港幣，按照今日嘅港幣匯率，我哋只係需要俾165蚊嘅人民幣。如果我唔小心確認俾咗180蚊人民幣嘅話，我就會變成俾196蚊嘅港紙。嗱，店鋪咧已經收咗我18蚊嘅服務費。如果依家再嚟一個匯率差，就等同於收我 double 嘅服務費。哇！我真係估唔到今時今日嘅香港餐飲業某一些餐廳竟然仲會用啲咁偷雞摸狗嘅方法喺度呃人。嗱，各位香港市民同埋各地嘅旅客，請留意你哋喺俾錢嘅時候，到底係用咩貨幣嚟結算嘅？好啦，多謝你嘅收聽，呢度係你嘅 E 人電台，拜拜。